当地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甲病院合作，推出外籍看护失智照护教材。这个教材呢有中文、印尼文、菲律宾文、越南文这4种语言，通互这外籍看护用家己的语言来学习到这照护知识，希望会当提升这失智照护的教育资源，和照护体系变更较全面。册内底用印尼文小解失智症是啥物，佮整理要安怎甲失智症患者互动的资讯。这是长期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140所推出的外籍看护失智照护的教材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平均每5个失智症患者都有一个是由外籍看护照顾。外籍看护是台湾长照系统重要的人力之一，不过因煞常常面对着语言未通，伫照护沟通拄着问题嘛，唔知要安怎。这些痛点就是，哇，这可能失智长的情绪起伏，不知道该怎么照顾，不确定症状为什么会这样，或者是那我要如何应对？那这些其实都是从移工非常需要的部分，也是现在台湾目前比较缺乏的。根据卫福部推估，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伫113年已经达到32万人，120年会达到47万人。未来失智照护的压力定定会愈来愈大。台北市联合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表示，目前国内并无提供完整的教育资源，互移工去学习要安怎照顾失智症的老大人。这个教材会使帮助移工，互因熟悉失智症。第一个部分当然是他的这个基本的对失智症的认识，去了解失智症。那第二个部分可能我们就会谈到沟通技巧。第三个我们其实也关注这个移工的心理的这个稳定。那我觉得这3块其实都是有助于稳定我们照顾人力的这个心理的样态。主任表示，这款教育资源会当提供外籍看护照护的资讯加心理上的支持。这个照护教材除了有中文、印尼文、越南文、菲律宾文4种版本，民间团体也甲病院合作翕双语的教学影片，这款资源拢放伫线顶免费提供，希望会当互无共语言背景的照护者学习，提升失智症家庭的照护能力。记者张家嘅柯秉哲台北报道。